马太福音第2章，咱要对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啊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请来要拜伊。希律王听见就逼迫，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众祭司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士问因，基督伫什么所在要出世？因甲伊讲，伫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大地伯利恒啊，伫犹大遮的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因为要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希律安静调博士对因详细查迄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着就来讲。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顾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互伊，就是黄金、乳香、沐浴，搁伫民梦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转去本所在。这时，咱要请熊长旺牧师甲咱分享的信息是：王无见王，王不见王。甲时间交互熊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伫咱淡水教会，甲咱做阵来敬拜。今仔日感谢上帝，互咱有好的天气吼。这就是马开博士伫伊的日记会写吼，可爱的天气，也是通欢喜的天气。我想这是踮伫淡水的人才有法度体会，特别是经过几啊日。伫遐落雨，搁吹风，然一出去身躯就淡，搁无想要出去嘛袂使吼。忽然间有即款风着尖，甚至搁有微微一光出来吼，互咱会当得到欢喜嘛感受到马介博士伊迄阵伫遮伫传福音，真正是辛苦吼。咱嘛会当有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咱即马要来领受上帝话，咱大声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稳定疼痛，你赏赐阮有好的天气，互阮有欢喜的心情。阮来到伫你的圣殿，阮要来朝见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求你将你的话语赏赐互阮，互阮会当得到生命的养持，得到把助。也求你开阮心灵的目睭，看见你话语的奥妙，真侪阮的帮赞。愿感谢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总是咱还知吼，圣诞节伊毋是干那一个节期，嘛毋是一个庆典啊定。事实上咱即马现代教会受到教会历的影响，所以圣诞节干那一段时间吼，当然。这毋是袂使吼，总是咱爱知吼，主耶稣伊的出世，伊来到伫即个世间来拯救咱，这是咱值得一再不断伫遐来传讲，甲分享的一个信息。这是伫阮学校淡江中学咱中间嘛有真侪咱的好友吼，咱伫圣诞节拢有即个活人图的表演。这是最后的一幕，就是咱会当看到中央就是玛利亚
约瑟，个店主，个即个边正边的边是牧羊人，倒边的边是博士，后壁是天使，事实上，伫真正的耶稣出世迄个时阵是无即款大合照。毋是讲无相片，是讲无可能带做伙，因为牧羊人伊是耶稣出世暝，就伫遐去朝拜耶稣。博士咧，因是经过几啊个月，甚至可能1年的时间，才去找到耶稣。所以伫历史顶面是无可能安尼无共款阵的人会到做伙伫遐出现，搁拍一个大合照，因为咱的圣经的故事是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两个分开的故事，咱为着要表达，有时会甲斗做伙，当然这是会用哩，总是咱今仔日要来看，特别当耶稣出世一段时间了后，有即个博士来找耶稣。我会记得咱圣诞节的时阵，咱头前的即个布置迄个话嘛是3个博士来去找到耶稣。我就有一个感想，咱会当来讲一寡关系到即个博士，也是讲迄个时阵所发生的代志。就亲像咱拄仔所读的圣经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3节，伫遐伫讲，当希律王的时阵，耶稣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对东方来到伫耶路撒冷，有讲出时间，时间就是希律王的时阵，迄个时阵无有公元几年，无拢是用迄个时阵的国王做伊的纪年，安尼大概人就当知影讲是啥物时阵。地点中则讲起是伫耶路撒冷，因过来就是有几个人就是博士，因要来找即个新生王，特别因伫遐在讲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名词即个名词其实伫当时，你若凊彩讲出来是有真大的危险性咱小等来讲。最后，当希律王听见，就心内真不安是安怎伊会不安？若有囡仔出世，应该是爱欢喜才对甚至连耶路撒冷规城的人嘛拢不安因到底是啥物代志？伫遐在惊吓，伫遐在不安。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当咱要来探讨这个代志的时阵，咱来先知影3项。头一项就是这个希律，伊是啥物人？还是讲伊是一个啥物款的人？第二项就是这个博士是啥物款的人？是指啥物人？甚至到底有几个博士？过来，啥物人是真正的王？因为他拄仔讲到犹太人的王。头一项咱要来看即个希律，就是咱一般有时阵咱会讲的大希律，Herod the Great。希律是咱翻译的名咱知影伊的英语叫做 Herod，H-E-R-O-D 其实你若甲 D 摕掉，毋是迄个 D 是迄个后壁迄个 D 摕掉伊就是 Herod， 就是英雄所以伊的即个名嘛表现出讲因的家族真有迄个雄心，真有企图心。即个希律咱在讲的即个大希律伊是一个真特别的人伊的老母是犹太人，伊的爸爸毋是犹太人但是若照犹太人因的讲法，伊会当算是犹太人，所以伊就用即款的身份伊通过即个伊的政治的手段，伊甲即个罗马皇帝伫遐来处理即个犹太人的王的即个身份，当然伊有投资，就亲像即马选举拢有人有政治现金共款，伫当时古早就有所以伊是投资伫乌大维身上，乌大维后来就成做皇帝，叫做凯撒，这就是即个大希律甲凯撒伊中间的关系是安怎？伊会当伫遐来做一个王当然伊爱表达伊对罗马帝国的忠心，怎样来表达忠心？
上实际的就是第一，你爱互即个所在平定，袂当起来有人起来反抗；第二项，你爱有即个收入，就是税收扣税，这是上现实的。所以伫迄个时阵，罗马帝国伫统治逐所在拢共款，就是讲，互你伫遐有一个总督，还是有一个王，还是有一个啥物款的人，你就是爱负责每一年爱有保证偌济的税收。当然，你若税收愈济，皇帝就愈欢喜。所以安尼就变成一种税收的层层转包。所以咱所知影的即个埃亚撒该，伊是一个小包。个耶稣的学生马太，伊嘛是抽象，伊是一个搁较低层的一个即个包厢，袂当安尼讲。当然，因袂真老实啦，讲我收偌济，我就交偌济，因一定会加收，然后就放伫家己的落地所以埃亚撒该会互人讨厌，就是安尼。所以即个大希律，伊嘛要表达对伫皇帝的忠心，伊一定会真认真去扣这个税。然后伊嘛是真爱建筑的一个历史上，大家对伊的印象就是讲，伊真爱建筑，起这个真有名的即个建筑物，其中即个咱即马若有机会去到以色列，即个圣殿，即马留落来即个圣殿，耶稣时代圣殿，就是即个大希律后来伊搁再甲扩建，所以即马会留落来城墙，搁会当看到大希律当时的迄个城墙，伊用的迄个石头真大粒，这真好辨认。这是就是即个伊嘛为着安尼要来讨好，要来表示讲，伊对即个犹太人的信仰真敬重，嘛真支持，当然这是一项。过来伊嘛为着要讨好，要互即个皇帝欢喜，伊伫即个地中海边伊起一座城叫做凯撒利亚。咱知即个凯撒就是皇帝的名，意思讲这是皇帝的城，伊当然是用真济钱来起即座城，即座城内面啥物拢有，有即个竞技场，有即个水道，有即个运动场，啥物拢有，嘛有即个浴场，就是因拢爱真爱迄个伫遐在洗温泉，即款的所在拢有，用甲即个名号做皇帝的名叫凯撒利亚。即马若去到以色列，阁会当看到伊留落来遮个遗迹，这就是伊要巴结皇帝的一种的方式。伊因为做真济拢爱开钱，所以因为伊嘛抽真济即个税收，抽象，所以人民心肝内底嘛会想讲，你也毋是真正的犹太人，阁要做阮犹太人的王，所以对伊嘛有一寡不满，因为不管全域拢是伫罗马帝国统治的下面，所以即个希律王，大希律，伊嘛真惊死，所以咧，伊伫全国真济所在拢起真济，亲像即款的所在，就是伊的一种堡垒，有几啊个，意思是讲，伊若是要出巡，还是要去啥物所在，若是国内有啥物款的动乱，伊就会当就军走去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内底拢有兵在固守，所以易守难攻，然后阁有真济的即个粮食水伫内底，所以伊会当伫遐挡差不多半年到一年，伊会当听候即个罗马帝国的兵来甲伊解救，所以这就是伊伫即个以色列真济所在拢会当看到亲像即款的所在，即个叫做希律堡，听讲伊过身了是待伫遮，听讲啦，但是爱阁证实，这是另外一个所在叫做马萨大，这嘛伫以色列伫死海边咱会当看，这对敢若一个平原，然后一个真悬的即个堡垒，城堡安尼起来，所以这嘛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当然，咱今仔日毋是要讲历史，咱今仔日是要针对即个希律来做了解。那
这个希律伊嘛真惊有人要来占伊的王位，要甲伊杀个倒，甚至伊连家己亲人伊拢无法度信任。伊有带4个某，然后有生足侪囡仔，其中有一个某互伊处死，有2个囡仔，家己的囡仔嘛互伊处死。因为因拢无细致表达讲想要做王，也是讲无爱伊做王，干那安尼那定伊的即个疑心病就甲因处死。所以伊的好朋友就是凯撒皇帝有一遍超工甲伊考试，甲伊讲算就讲，甘愿做希律的弟啦，嘛无爱做伊的囝，因为希律是犹太人，伊无食猪肉，所以做伊的弟较安全。若做伊的囝，颠倒较危险，毋知啥物时阵会去互杀死，互伊处死。所以咱嘛会当了解即个希律是一个无有啥物款的即个感情的一个人伊眼中干那权权势安尼若定，甚至伊嘛是惊伊嘛知影遮个犹太人讨厌伊，所以当伊伫要过身的时阵，伊迄个时阵有一个可能伊头壳嘛无真清楚啦，也是讲这就是伊的性格，伊就将遮个犹太人所有的长老甚至宗教领袖有名的人，拢甲调集伫一个竞技场，一个敢若一个戏院一个剧场。伊的意思是讲，那伊断开死迄天，所有的人拢爱处死。这真残忍，对无？伊的意思是讲，伊知影伊若过身的是犹太人，会足欢喜的，无一定放炮但是至少心内会足欢喜的。伊爱遮犹太人，无为着伊的死来哭，至少嘛爱为着遮个宗教领袖遮个长老、遮个领袖的死来哭。这就是伊的个性。所以咱会当了解是安怎耶稣出世的是最后。伊会下命令将即个伯利恒四周围2岁以下囡仔来处死。即款的命令其实是无互人感觉真意外。不过其实若是真正犹太即个伯利恒是一个真小的一个乡下2岁以下囡仔其实是无偌济但是嘛当然安尼嘛造成真侪家庭的艰苦这是真有可能会发生。当然，即马要转来咱头拄讲的即个圣经节，遮个博士来找到伊要来找即个新生王因一定想讲即个王一定是出世伫王宫内面，王宫里面，所以因就真自然找到即个犹太国。首都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佫找到王宫，这真自然，因为可能是王宫有一个婴仔出世，可能接续就要来做这个犹太人的王，接续这个大希律。其实迄个大希律伊已经年岁真大嘛差不多要过身不过伊家己就是犹太人的王伊阁还未真正指定啥物人要来接续伊，就算要指定嘛，应该嘛是真大，无可能去指定一个囡仔。但是遮个博士敢若安尼无头无面就找要来问讲，即个犹太人的王伫倒位就亲像即马敢有人敢去即个天安门底下咧讲这个习大大要下台了是讲去这个平壤你敢去底下在讲这个金氏王朝要下台，无人敢你若真正有人敢去遐，安尼可能真紧就去互掠走去但是这个博士是安怎无去互希律甲掠起来？是安怎无甲因甲因告讲即个恁是来造谣？
来伫遮影响即个人民诶即个心吼。啊，甚至佫敢若真好咧，甲因款待吼，佫找即个经学书来查讲，到底耶稣要出世伫啥物所在？所以遮个博士一定有来头，一定有来头。啊，若无伊可能就去用掠起来。啊，所以佫来遮个讲的即个东方伫啥物所在？那用即摆地理来看，就是伫伊拉，伫伊拉克的东边。伫古早伫耶稣的时代，即个叫一个国家叫做安息，安息帝国。啊，这是伊的个进前是即个即个亚历山大大帝吼，伊征服往东征服的时阵，伊4个将军其中一个伫遐建立的一个国家吼。啊，更较进前就是波斯帝国。所以咱知即个伫历史顶面，波斯甲希腊吼有一寡战争。啊，当然亚历山大就征服波斯，啊，然后亚历山大过身了，伊的4个将军就甲伊的帝国分做4区，啊，其中一个就是伫即个所在。啊，后来佫经过罗马帝国的时期，啊，然后即个东地遮个人就佫甲即个亚历山大迄个国家佫甲改变，啊，就变做即个波斯。啊，即个安息帝国，所以咱知影，伫迄个所在就是有一个真大的国家。啊，当然，即个国家伊面对的西边就是罗马帝国，伊嘛惊伊讲可能有战争。啊，所以这就是迄当时因所讲的东方，就是遮个博士因来的所在。当然，即马就是要来讲遮个博士是啥物人？博士是指啥物人？有诶圣经讲咱若是中文圣经讲博士，啊，若天主教诶圣经是讲贤士，贤良诶人，啊，有诶是讲星象家，会晓看星象，敢若天文学家共款，啊，英语圣经甲讲做是 magi， 就是甲迄个魔术师magician， 魔术师。头前的字共款吼，啊，有诶是讲 wise man 吼，就是讲有智慧诶人。啊，那安尼遮个博士到底是啥物人？啊，其实遮个博士伊毋是咱所以为诶即个 PhD， 硕士过来博士，也是讲即个学者即个研究员毋是啊，因伫古早伫即个特别伫王宫内面，王宫内面是真有影响力诶人。安怎讲？咱若看即个出来吉记，这是埃及王子内面的即个图片吼。啊，咱知吼，当摩西甲阿伦因要去找法老的时阵吼，就是阿伦将伊的拐放伫涂骹，然后就变做一尾蛇吼。啊，法老讲这也无啥物吼，我嘛会晓，伊就叫伊边仔2个术士吼。啊，圣经是讲术士甲博士。遮博士就出现啦，啊，伊嘛是其实伫真正的即个以色列人因的故事内面，即2个术士是有因的名因有名是真正有即款的人。然后伊嘛甲因的拐放伫涂骹，嘛变做蛇，啊，所以这毋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法术，但是较无共款是即个阿伦的拐的蛇，甲因2尾蛇拢吞掉。表示讲伊的法律比较高强，这咱伫出来记记就当看者，甚至伫搁较早的即个创世纪，咱知约瑟未去到伫埃及，即马伊搁互人陷害，坐伫监内底，伊当然有机会熟悉即个法老王边的一个九正甲善长，一个管家的一个管理的，即个当然即2个人约瑟有替因解梦，但是因一个去互法老处死，一个就转去法老的边伊嘛甲约瑟袂记哩啊。但即马约瑟的机会来，就是法老伊做2个梦，即2个梦互法老真不安，真想要知影讲即个梦有啥物
款的意思。其实，古早的皇帝也是国王吼，因拢甲即卖资讯无共款吼，因嘛相信这个梦对伫未来未来可能发生的代志是一种预告所以伊嘛找所有的即个术士甲博士来，博士直接个出现啦所以博士甲术士常常会最近出现有时阵其实无分遐尼清楚，有的是会晓法术，有的是因知影真济的这技术可能因是化学家、是物理学家、是天文学家甚至因嘛会晓解梦心理学家但是因无法度甲法老解伊的梦最后是约瑟来解伊的梦所以表示讲意思讲，即个梦是出自上帝约瑟有上帝的智慧，伊会当解即个梦所以伫古早伫遮的国王身躯边因有时阵因需要有人，互因一寡正确的意见因为因拢伫王宫内面嘛因要安怎得到遮个资讯当然有真济方法其中上重要就是伫伊边仔有遮个人会当互伊一寡一寡帮助毋管是做梦还是讲关系着即马社会发现的代志当然会用一寡特别的方式，互伊知影所以遮个人嘛是真有影响力意思是讲，今仔日国王若要用啥物人伊就有时会问边仔的人边仔人就会甲讲是讲今仔日某一个人有啥物犯着啥物款的代志国王想要讲知影要安怎来处理嘛会问边仔的遮个人当然遮个边仔的人因嘛是其他人拢想要爱巴结想要爱讨好的对象咱看即个但以理书嘛是共款即个国王尼布甲尼撒伊做一个真特别的梦伊嘛无法度解即个梦即个梦嘛互伊感觉真惊吓所以伊嘛是找各种来遮个术士也是讲惊遐用法术惊邪术的拢会当来甲解梦但是无法度最后嘛是即个但以理来解即个梦所以咱讲的遮个博士甲术士拢是国王身躯边真重要的人但因其中当然嘛会晓看天星天象的遮个人因为古早的人东方的人拢认为讲每一个人特别是即个真重要的人有伊的本命星就亲像即个孔明孔明是安怎会发明即个天灯就是因为伊的本命星特别火气伊惊伊即个司马懿因为安尼就出兵就甲因讲过来所以伊就用即个天灯伫天顶即个司马懿看到即个天顶遮尔光知影讲即个诸葛亮孔明伊的命阁真旺所以因就赶紧退兵到安全的所在所以遮伫东方伫安息帝国的遮个博士因会晓看天象因会看到伫西边伫罗马帝国遐有一粒新的星真特别的星出现因就想讲安尼来去看卖是毋是真正有一个帝王要出现嘛惊会造成因国家的威胁所以因就派出一团使节团用即卖话来讲就是使节团当然因嘛有责任去收集遮个情报所以咱会当看因是一团的人毋是三个人因为咱以为三个博士因为咱会看到因送的礼物其中有黄金、乳香、月药所以咱就会想讲就三个博士其实毋是干那三个博士那点因为因千里跋涉一定有载真济物件嘛有仆人有骆驼甚至可能礼物毋是干那三项但是这三项上重要当时上重要上珍贵嘛有代表性
所以圣经记载这3项，就真做这个礼物送予新生王耶稣，这就是关系才会朴素，因的出现。咱再来看，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希律，咱讲的这个大希律，伊是一个家族。伫圣经咱有出现几啊个希律，耶稣出世的迄个希律，无偌久就过身啦。后来换伊的后生，但是伊的后生有几啊个后生，因拢无亲像因的老爸遮尔厉害，安尼讲啦，也是讲甲即个罗马的关系无遐尔亲近，因为佫过一代啊，所以因就叫做分封的王，分封的王，也是讲1/4王，就是讲因的即个有3、4个王，因分因就咱讲即嘛叫做持分啦，甲伊的即个原来即个犹太国的即个范围甲分开，每一个王拢干那一区若定，其中一个王就是即个伊甲即个加西利约翰斩头迄个。伊嘛是想要害耶稣，人就甲耶稣讲，耶稣就讲，你甲迄个狐狸讲，耶稣叫伊狐狸的迄个王叫做西律安提帕，安提帕。耶稣最后互人被害，互人抓起来，大圣是送去到彼得岛遐，用政治的原因控告。讲伊是要来革命，伊想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甲彼得岛底下有一个对话，但是彼得岛知影讲即个案件无遐简单，这应该是恁家己犹太人宗教领袖要甲陷害的代志，这是宗教的事件较济啊，伊也无真正带兵啊，就听讲耶稣是加利利，伊的本籍是伫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就想讲，安尼好，这公务员的心态啦，拖拉，先推，伊就甲耶稣推给这个希律，迄个安提帕，耶稣讲的迄个狐狸的迄个，所以就即款的画面，耶稣就搁互因过送，送到伫希律的面前，希律本来伊是伫加利利，但是迄个时阵是搬过节，所以伊到伫耶路撒冷，当然伊遐嘛有伊的行馆，到伫耶路撒冷伫遐要过即个搬过节，所以真紧啦。伫一天的中间，就甲耶稣对彼得岛遐送到伫希律的面前。希律本来就听到耶稣的名声，伊未见到耶稣，这是头一遍，嘛是最后一遍见到耶稣，所以希律即个王，即个时阵伊是名义上顶面犹太人的王，伊拄到即个人控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哇，这就是咱讲的王见王，王见王发生啥物代志？即个希律伫遐。本来想讲，你耶稣名声遐尼大，耶稣遮尼出名，佫会当行神迹，会当赶鬼，这个王咱来知因拢有眼线，因嘛知影耶稣到底做啥物代志，但是咧，伊就无亲身看过啊！耶稣哪会遮尼神，遮尼厉害，真正会互死人佫活，真正会甲人医病，真正互青眉会看到。一定有人甲即个希律报，希律嘛想讲，知影讲，耶稣，你若是遮尔厉害，你是安怎会去互因抓起来？你若是遮尔厉害，边仔一定有人甲你保护。是安怎即马会遮尔落魄？耶稣迄个时阵已经互人拍几啊顿去啊，因为被抓，咱若看即个耶稣最后迄一日所发生的代志，耶稣佫有人死人。但是伫即个希律、即个犹太人的王的面前，耶稣是一个啥物款？真落魄的一个人，伊即个时阵开始有一种安尼真不屑的感觉，
想讲你将即款的人送来我遮是要创啥？就搁甲耶稣搁死人一个，就搁甲赶转去。这就是咱所看到的希律即个王见到耶稣的即个天顶的王。所以咱要来问，什么人是真正的王？什么人是真正的王？当然，咱拄仔有看到大希律即个王，嘛看到伊的后生即个西律安提帕迄个王，嘛看到耶稣咱知的万王的王。到底什么人是王？当然，耶稣伫迄个时阵，无有人会知影伊是王，因为伊真落魄，也是讲真可怜，互人真残忍来钉死伫十字架顶。当然，咱知影耶稣毋是干那安尼那定，咱要来问，什么人是真正的王？我想，咱拢知影即个电影即个铁达尼号即个杰克伊坐着即个世界上大的船，要去美国，要去新大陆，要去梦想之地要去遐发展的时阵，伊讲我是世界的王，哇，真有气魄但是无偌久，伊就死伫即个北太平洋冰山迄个所在。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你的世界王，这无问题每一个人。你伫你家己的世界，你嘛是你的王，你是女王你是国王确实呢，咱即马每一个人，咱所得到的，咱所享受的，古早的王真正是想袂到嘛，无法度甲咱来比，对无？你莫讲食先讲食古早的王真可怜虽然你看伊会当食足济但是伊为着要食，着要足济人来服侍伊佮伊上惊啥物？人甲偷死所以边仔拢爱有人伫伊还袂食的时阵先食看有忽然间安怎样去用偷着无所以国王边仔即两个管食的甲管啉的，其实真正是真重要，拢爱伊上信任的人所以咱拄仔讲迄个约瑟拄着法老边仔的即两个纠正甲善长当然毋知影因是啥物款的原因去互法老甲关伫监狱，可能敢若只是法老食一个落屎安尼若定真正是古早的国王嘛无亲像咱即马你心嘛要食啥物，倒一国的料理你拢食会着，对无？话嘛免偌济你着拢食会着有时阵搁咧想讲毋知要食啥物因为拢食过你搁讲食衣住行古早的国王敢有冷气？无若热天要安怎？叫人伫边仔下个人愈下愈热你爱搁有冰角伫遐毋是干那烟尔，爱搁放冰角若寒天咧，烧物件、烧火、烧炭，对吧？搁碰碰烟无亲像即马有暖气搁莫讲，若是要出去要出去，因结果是坐轿还是坐马车，对无？咱即马有啥物汽车、高铁、有飞轮机娱乐咧，古早的国王要娱乐咧，叫人伫遐跳舞伫遐咧用乐器安尼就算真高级对无？咱即马一支手机，你啥物拢有所以咱每一个人伫你家己的世界，你拢会当诚做高。你若是拍拼，你若认真你若有机会，你嘛会当诚做真出名某一款somebody某一种真出名的人，拢有机会特别伫民主的社会啦伫民主的社会，你若是有才调你若是有机会，你嘛会当将你的世界搁较扩大。但是耶稣讲，若有人要缀我，
就看无家己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要救家己性命，要丧失性命，为着我丧失性命，要得到性命。人若得到全世界，赔了家己的性命，有啥物款利益？人可会当摕啥物换性命？耶稣毋是要甲咱泼冷水，耶稣讲的是真理，耶稣关心的是咱的性命，因为耶稣伊家己就是安尼为咱来放杀伊的性命。这是我伫一个教会这间教会伫南口的文化教会我有一届去遐做礼拜，然后我感觉因的即个装饰真趣味倒边，This is the season 意思讲圣诞节咱拢真爱圣诞节但是正边呢是 reason， 这是耶稣真正为着咱来的理由原因伊要为着咱来死为着要拯救咱丧失性命。所以当咱在讲什么人是真正的王的时阵，第一当然咱是家己世界的王，但是咱面对耶稣的时阵，耶稣是万王的王。万王的王的这个名词上早出现是伫这个波斯帝国，这个波斯帝国伊征服真济所在，所以伊所征服的所在国家拢是王，伊将这王拢征服，伊家己讲伊是万王的王。当然，若有人敢反抗，伊就甲伊定十字架，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后来这个万王的王，这个名号嘛，继续互其他的帝国来使用。但是，咱要讲耶稣，伊是万王的王，因为伊甲这个王无共款因为这个王，因是靠的是征服，也是讲世袭，就是讲这个依传落来但是耶稣是对天顶落来耶稣的帝国无有停止这古早的这万王的王，因的帝国拢消失了但是耶稣的这个王国基督教的国度是代代无尽甚至到伫永远，而且继续在扩展、在进展的中间。这就是耶稣万王的王甲其他的王无共款的所在。伫古早，你若拄着国王，甚至拄着即个帝国皇帝万王的王咱一定爱跪落来，爱拍拜。但是耶稣基督，伊真做万王的王，伊毋是要爱咱来做伊的奴隶，伊是要服侍咱。就亲像耶稣伫即个受卖迄暝为着门徒来洗脚共款。所以耶稣伊是疼的王，伊毋是用武力要来征服。要来互咱降服，伊是用伊的疼要来疼咱，这是搁较大的无共款。咱圣歌队唱这首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伊是万王的王，伊是圣洁的羊羔伊通过伊的献祭家己为咱来死，要来拯救咱，这就是伊。是好牧者，为羊来死，伊疼咱到永远，这是咱上大的快乐，上大的欢喜。因为咱到伫这个王的面前，咱当然咱有这个荣幸，咱有这个欢喜，会当来服侍伊，来敬拜伊。但是伊毋是要互咱干那敬畏伊那定。当然敬畏伊嘛是真重要，但是搁较重要是爱咱会当来接受伊的疼，咱嘛会当来疼伊，嘛通过咱的见证来服侍伊，这就是咱所服侍、咱所珍捌、咱所欢喜会当甲伊斗阵的这个万王的王。当咱来到这个万王的王的进前，咱就亲像耶稣共款，咱嘛欢喜
来放落咱家己的自尊、咱的自尊，咱来降服伫伊的面前。咱要甲伊做阵甚至圣经嘛应允吼。当耶稣基督再来时，咱们要甲伊做阵来做王，咱真正会当来认捌即个王。这嘛是上帝互咱上大的福气，咱嘛会当甲人来分享，通过咱服侍即个王，咱来诚做见证。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管感谢你的恩典听读，你竞选馆，互阮会当有份伫你神的国度。你也互阮知耶稣基督，伊是为着听来到伫即个世间，佮为着听阮，为着互阮会当甲你有合宜死正的关系，为着阮来死，为着阮来过活。主，阮感谢你，阮今仔日会当来认捌即位万王的王，阮会当有机会来服侍即位万王的王，是阮人生上大的欢喜、上大的快乐、上大的荣光。主要求你帮助阮，互阮的一生也拢会当掠服侍主来做阮上大的快乐，也会当甲人分享阮即个上大的快乐。阮感谢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